Hello，大家好啊！我係譚朗蔚 Stephen 啊，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賽馬氛圍節目啦。今日同大家睇咧係6月7號星期日喎啊，咁啊都係田草啊，咁啊加泥嘅賽事。不過咧就因為咧由呢一日開始啊，至到咧季尾咧都係跑黃昏賽事啊，咁啊大家都知道而家天氣好熱好曬啦嚇，咁啊馬咧都要比中午啊唔跑，咁啊跑咧頭場咧跑4點鐘嘅黃昏賽事就開始㗎啦。咁啊，同大家睇貼士之前咧，先嚟睇兩則嘅馬圈消息先啦。咁一講到黃昏賽事咧，我哋就要睇下呂健威馬房喎，因為咧原來咧過去咧自有黃昏賽事咧，每季首次黃昏賽咧呢個馬房咧都係例有贏馬嘅咁啊呢期咧你可以留意佢嘅喜慶寶啦咁啊呢匹咧就係佢派出配搭何澤堯嘅馬匹，亦都係咧呢一日咧佢喺11場賽事裏頭有7匹嘅出馬咧，我最睇好嘅一匹嚇。好啦，咁啊至於另外一個消息面咧就係咧喺呢個沙田11場嘅泥草賽事裏頭咧。原來蔡約翰馬房咧喺上季咧都係同日首日嘅黃昏賽咧就起孖噃嚇。蔡約翰馬房咧今次係咪要留意下？就係9場立得準啦10場競進輝煌啦，同埋11場嘅一世美麗我覺得咧佢呢3匹嘅出馬咧都係相當戰落其中2匹就出咗黃牌嘅。好啦，咁啊嚟到貼士嘅環節啦，咁啊先同大家分享下啲騎練嘅情況先啦，咁我覺得咧今次仍然可以 highlight 咧潘頓呢位騎師咁佢有4匹馬咧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分別就係2場嘅始終如一啦，6場嘅睿智多寶，9場嘅得道猴王，仲有咧11場嘅一世美麗以上4匹馬咧喺同程裏頭咧都係有過勝績咁至於你話4匹馬咧，有頭3匹咧都係新配初配潘頓嘅咁啊特別就留意下一世美麗啦，咁佢同潘頓方面嘅搭檔就比較有證明啲啦。好啦，咁啊俾 tips 方面咧，同過往一樣都係俾第2、第3場嘅每場3匹馬大家選擇啦。咁巧咧，都2場咧都會配搭到咧，就係方嘉柏、莫雷拉，仲有賀賢、黃寶妮嘅馬好啦，先講咗第2場5班1400米嘅田草賽事啦。順序講啦，我喜歡1號嘅順善寶，3號嘅凱旋幸運同埋5號嘅始終如一1號、3號、5號。咁啊，先講咗1號我就比較中意嘅先啦咁樣。咁1號順善寶莫雷拉、方嘉柏，當然呢對騎練今季暫時就已經交出咧19個 win 67季㗎啦。咁至於近啲績啦咁近4場賽事咧，馬匹都係跑緊5班田草1400同程咁咧就分別咧就攞咗2次嘅第2，1次嘅第3。咁比如啦喺4月12號595場次配搭莫雷拉嗰仗就跑第3嘅，上一仗咧喺5月3號656場次咧就配翻黃志宏啦咁啊上仗就跑咗個第2，今次又換翻落莫雷拉第3、第2，咁唔知係咪今次就第1咧咁樣。好啦，咁至於咧講埋5號先啦都係強騎師、強練馬師，就係始終如一潘頓同埋沈集成馬匹試過2課習嘅5月11號贏咗，5月22號咧跑第2嘅。咁至於同程績咧都有，不過就早少少啦。咁所以呢個可能亦都係我將佢擺為次選嘅原因啦要數到上季中啦25年2月447場次，當其時咧配董明郎相對弱配一啲，不過咧仍然可以喺4班同程贏到。今次落到嚟5班咧，又首次強配潘頓咧，我相信咧不外乎班數又蝦到人騎師又蝦到人啦。咁至於3號嘅凱旋幸運就係黃寶妮同佢師傅賀賢嘅搭檔啦
咁曾經喺上季季初啦應該話今季季初25年9月020場次嘅時候咧，黃寶妮咧就為呢匹馬咧喺同程5班贏嘅，後來再配喺25年10月071場次上到4班咧，仍然係黃寶妮跑第2嘅，輸俾準輝煌。嗱，今次咧繼續就係配翻贏過馬嘅人選，咁又落翻嚟5班。話說上一仗咧5月9號676場次咧，黃寶妮已經係落翻嚟5班騎呢匹馬不過咧就直路上面冇乜表現睇下今次咧又可唔可以再一次咧發揮到啦。好啦，咁重複一次啦，2場5班1400米嘅田草途程我喜歡嘅係1號嘅順線寶、3號嘅海船幸運同埋5號嘅始終如一好啦，咁去到3場4班1200米田草嘅拆組第一組嚟㗎噃。順序講啦，我喜歡嘅馬就係1號嘅心心星4號嘅天天更好，同埋咧7號嘅飛來吧今次係1號、4號、7號4號我最睇好嘅一匹就係天天更好就係巴道同埋羅富全嘅搭檔呢對騎練咧今季咧就交出咗2 win 36季唔算好多，不過咧近3仗賽事咧人馬都係證明到嘅。3月29號560場次巴道騎呢匹馬贏咗瑞木4月26號636場次巴道騎呢匹馬跑第2再喺上仗5月17號697場次巴道再騎呢匹馬仍然係第2。換言之，3仗賽事都係人馬喺唔好講話頭3頭2添都係喺 Q 入邊嘅，咁所以今次再配咧正路就相當穩固啦。1號嘅心心星啦，博雷拉方嘉柏咁施澤跑過第2嘅。近3仗賽事咧馬匹咧都係跑緊4班嘅田草1004咁有2次第21次就第1啱啱係田草1004新勝嘅。咁講緊係3月23號啦526場次配搭賀銘年噃係上季嘅事嚟㗎啦咁講啦，久休復出就唯有靠課習兩課習喺5月18、5月29都證明佢近況良好啦再配強騎師咁，所以咧就睇下呢匹久休馬咧係咪你嘅心水啦。咁至於7號嘅飛來吧啦，黃寶妮同埋賀賢嘅配搭咁馬匹亦都係一匹比較典型前置啲嘅馬咁喺4月6號574場次咧就強配艾兆禮，就喺個田草1000嗰度咧就贏咗，都係擺前走嘅。配阿妹嘅話應該都係咁嘅跑法啦，而且都有少少讓磅情況啦。雖然增程上1200就未得證明，但係我相信喺強騎師應該話強練馬師賀賢出馬咧，喺呢棚馬裏頭咧應該都有個着數喺度所以重複一次啦，3場4班1200米拆組第一組我中意1號嘅心心星，4號嘅天天更好呢匹我最睇好，仲有7號嘅飛來吧。好啦，貼士俾到呢度啦，記住噃禮拜日咧有田有泥，應該話有田草有泥地頭場咧將會喺下晝4點黃昏先開跑嘅，祝大家到時贏多啲，我哋下期再見，拜拜。